相隔2個月咧，終於見到會員 Angie 啊，咁不過咧面色睇嚟唔係咁好啊。Angie 就話因為呢2個星期咧忙於工作啦，嚴重睡眠不足啊，咁所以黑眼圈咧就都跑咗出嚟啊。咁啊問我有冇方法可以解決？黑眼圈咧其中一個原因咧，可能係因為身體缺乏維他命 C 啦，令到眼眶部分嘅皮膚色素咧沉澱，令到皮膚咧變得深暗啦。咁另外，經常用化妝品咧，可能有一啲嘅化妝品嘅微粒咧滲透到眼皮裏邊啦，久而久之咧就會呈現黑眼圈啦。嗱，過度疲勞、休息唔夠咧，大大消耗咗維他命 B1同埋 B2啦，血液循環變差，水腫就會出現啦。嗱，我會建議多啲食奇異果、士多啤梨、橙、番石榴，嗱同樣都係含有豐富維他命 C 嘅。嗱，維他命 B1同埋 B2豐富嘅食物咧，包括全穀類啦、燕麥、芝士、種子類啊。另外啦，番茄、芒果、紅蘿蔔呢啲咧，都係豐富胡蘿蔔素嘅食物咧，亦都有助舒緩眼睛疲勞。好啦，銀杏亦都係有助改善微血液循環，加快咧帶走代謝嘅廢物。嗱，咁其實有冇一啲對抗黑眼圈嘅營養餐單咧？好啦，不如今日我就為大家提供一個營養飲食餐單嘅建議啦。嗱，首先早餐咧有一碗嘅牛奶麥皮啦，10粒嘅車厘子。好啦，午餐咧有一碗嘅魚蛋麵啦，一碟灼菜心同埋一個番石榴。茶點時間咧可以有一個芒果。去到晚餐時間咧，一碗糙米飯、西蘭花炒肉片，同埋有6粒嘅士多啤梨。嗱，講到最尾咧，其實生活習慣都好重要。不如今晚早啲瞓覺啦，機能先會快速復原，營養先可以完全吸收到位㗎。